欢迎收看《狗狗懂学吧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今天来到基隆的码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直击一个很特别的行业，就是游艇管家。游艇管家要做什么呢？带您透过镜头去了解喽。码头是艇类懂得游艇，但这些游艇可不是摆着就好，得要有人管理，而负责管理的就是游艇管家。游艇管家得要协同游艇，照顾游艇，游艇内内外外都得由他们负责。那不容易的地方，说你要懂的东西很多，因为除了法令的东西要知道之外，还要知道船主他自己的喜好，还有一些清洁的方式，还有机械它本身来讲的话，哪些出问题了如何排除，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。别以为当游艇管家懂轻松，他们也得要会开船，了解海象，维修游艇设备，帮船只加油加水，出海时的食物后勤补给也得由他们负责。最危险的或者说最辛苦的是台风天，对，因为台风天的话，我们船在海上，对，那我们怕绳索会磨断，所以台风天我们几乎是每2个小时要来巡视一下它的绳索啦，或者它的各方面有没有什么状况的部分。基本上游艇管家得要帮忙维修、保养、协同，还有代驾，甚至大老板要举行游艇派对，也是由他们一手包。遇到风财更是忙碌，因为在码头给游艇怎么维护也是重点。游艇管家辛苦又很专业，而游艇停在码头，所以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码头。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的客语小老师钟大哥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。码头叫做码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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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起来了吗？游艇管家这个行业在台湾算是首见，得要有专业技能，而且跟大老板相处，应对进退也得注意，真的懂辛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呢认识这个很特别职业的人，同时呢我们也学到新的客家话，你们都有记得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码头，码头，码头。第二个词呢就是清洗，洗桶，洗桶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码头边停靠许多游艇，码头顺艇内动到游艇。码头顺艇内动到游艇，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记得多多练习喽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